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Kiss Can 畫公仔，按讚、訂閱同埋追蹤我哋，OK？真係聰明啦！今日呢就教各位小朋友認識有邊啲類型嘅廚師，同埋畫出佢哋工作內容嘅圖畫啊！今日美食家嚟到呢一條好著名嘅美食街，首先就入咗酒樓，就見到中式廚師現場烹飪各種嘅小炒、蒸魚，仲有新鮮出爐嘅點心添，真係令人流晒口水啦！美食家食完早餐之後，就散步嚟到咗附近一間嘅西式餐廳。西式廚師喺客人面前煎上香噴噴嘅牛扒，而侍應就將啱啱煮好嘅肉醬意大利麵送到餐桌上面俾客人享用。好想快啲試下。美食家聞到喺遠處飄嚟一陣陣香甜嘅味道，原來係呢間甜品店嘅烘焙師製作嘅麵包啱啱熱辣辣出爐啦！喺櫥櫃裏面仲有各式各樣唔同口味嘅甜品添。事不宜遲，快啲去買啦！
係啊，家長你哋快啲同小朋友攞出筆同埋紙，一齊畫出唔同類型嘅廚師同埋你哋鍾意嘅菜式啦！小朋友，你哋又可以思考下，長大咗之後想要成為啲乜嘢嘅職業啊？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影片，記得分享啦！下星期五準時6點鐘，Kids Can 見，拜拜。